Hello，大家好，嚟到鄧顯43題 MC 呢個題目話咧 ，Amy 咧就擲色仔，咁就直至到擲到5次6係啦，咁啊不斷咁擲啦，擲到5次6就完。好啦，而家問個 Pop 咧就係佢要擲多過6次，多過6次即係要7次或以上啦。好，咁啊將呢個就計個 Pop 出嚟啦。咁呢啲題目咧，我哋通常要用減法嘅。咁啊啦，大家諗下啦，一減啲咩咧？好啦，有同學應該理解到啦，就係要一減你頭5次中，咁咪唔使第7次咯。OK，頭5次中嘅 Pop 咧，應該就係1/6，連續5次都係6，咁啊1/6乘1/6 5次啦。又或者咧，可以係頭前面嗰5次，即係話我擲到6、6、6、6，跟住可能擲到個5，跟住6，咁都係6次裏邊要搞掂啊嘛。咁我哋將呢個 Pop 寫出嚟咯，就係咁樣4再乘個5/6，OK，跟住最後一個咧又要係6，OK，好啦。咁好多學生咧就以為條式係咁樣，但係咧會爭少少嘢喎。點解咧？因為個5唔一定出現喺呢個位嘅，其實可能個5係第一次出現咧，咁樣都得噶嘛。所以啦，我哋要諗啦，個5出現嘅位置有幾多個可能性咧？其實可以出現喺呢5個位置都得，所以呢度要額外乘翻5。好多學生會 miss 咗呢個位啊，係啦，就係因為其他嘅數字啊，未必一定5嘅，可能1至5都得，1至5嘅數字可以出現喺呢5個位置都得，所以呢度要乘翻5俾佢。OK， 但係要留意最後一個一定要6嘅，最後一個一定要6，因為要完成到5次6啊嘛，得唔得？咁大家理解下呢條式，撳一撳機就揾到個答案啦。好，多謝各位收睇，希望下次有新嘅片俾大家睇啦。歡迎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，同埋讚好我哋嘅片，多謝晒。